这是 BG315的这个硬盘 SSD BG315的，我们主要现在是 L5上面的。我们这块呢就是个 L5的一个测试架。如果做硬盘超过5年经验的人，7、8年前应该对这种测试架比较熟悉。但是我们批量做硬盘的人呢，就是说一直都还用这种测试架要去测。因为我们做长期卖硬盘的，一定要保证这个售后，要保证这个良率，特别是你们国外的，我们就一定要去测好才发给你们。像如果在7、8年前买我硬盘的人，应该知道原来我们的硬盘的成熟都是 OK 的。那现在来上机，我们开始给你测一下这个。我们第一个硬盘呢，我们就把它100%刷开，就是刷完。这个连接这个接口，然后它这个 OK 开关 OK 这样好。那我们用这个爱思助手来，这选择固件，好。你看它这个就是 L5的，对。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是 L5 OK。用爱思刷有个好处，就是刷完之后我们可以读到它的一个容量啊信息。爱思国外可以用3U Tools，也可以。那可以看得到，这里正在全新刷机，刚才闪过了，刚才它都会提示你大概要15分钟。一般一批新硬盘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抽测个20个左右，会全部这样测试，会把它刷开，刷开之后再读容量，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批货的这个良率怎么样。所以第一步，我们先大概这10几分钟，就是来看这个硬盘的刷开的情况。这款现在我们货都是长期的，对吧？有这个货随随便便，我手头上1万多个。然后在这过程中，我们跟大家聊一下之前的我们做硬盘的一些故事吧。那这是继续在刷，已经刷到35%，差不多1/3。然后首先我们就是硬盘这个必须要把它叫刷机测过，这种架子就是专业的。然后呢，所以说
对我们这个卖硬盘超过8年以上的来说，我们这种架子都是我们会自己去定制，然后你们在那边去使用的话，你们就不用再考虑这块了。如果你们再去做，因为这种涉及到不同的型号，我们这边测试架也比较多。你们那边因为有的时候在型号不稳定的时候，就没必要去用这种架子。但是万一说你们真的是某一款型号做的量大的时候，就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是基本不需要，我们这边都会帮你们测好的。然后呢，你们在国外最重要的商机就是你们去挖掘当地的需求，根据当地的需求，看哪种产品这个扩容的需求。我们硬盘呢，最主要的价值是在扩容这块儿，就是说这种容量，比如我们这种都是1T 的或者是512G 的，那客户的原来的这个容量呢，128的呢，现在是比较小的128G 啊，256G。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个新媒体时代，国外的 TikTok 呀，包括 Facebook 各种社交平台对这种移动终端的设备 ，iPhone、iPad 的需求也肯定容量，我觉得最少都是512起步吧。但是512的客户的512的给128的价格差别比较大，所以说你们在当地看怎么去引导消费者。其实这个扩容在7、8年前还是非常火的，在 iPhone 6啊、iPad Air 2这些型号上，以前都是很火的。这个大概从18年开始，这块市场呢，基本就还是在深圳这边一直都还不错，就是批量的客人会发过来。你像批量的客人他能发过来做，这种价值肯定是值得他去这么大老板去投资这块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在当地能找到这样的商业机会，去针对性的这个机型去帮客户去扩容，去实现这个价值的话，那还是很有价值的。因为我们一个硬盘的价格，成本空间都是批量卖的，都现在一个硬盘价格利润也是比较低，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1、20块钱，那我们这一个硬盘200、300块钱，300、400。然后你们那边扩容啊，有的时候价值可能都是会放大好几倍。其实现在我还有几个老客户，他们还是在买这种，有些就是有针对机型的，他们一次性可能拿个100多个吧，不像就是单一型号拿100多个，他回去就是针对这种专业机型的，他就对这个机型的做的特别有优势。这个扩容的价值是肯定有，就是你们要根据当地的需求去寻找和引导，去引领吧。我觉得做生意有的时候现在要做一个差异化的服务和产品，别人做什么我们再去做，有的时候就是你跟在别人后面，其实赚取不了太大利润的。我们在深圳这边呢，就是说一直走在前面，会分享这些经验，你们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借鉴，看哪些适合当地，然后产品品质这方面你们就可以放心。那我再给你们看一下之前我们做了很多测试架，这是以前的我们这里我们原来1拖2的，这种是以前 iPhone 13的，iPhone 12的，那这都是很多测试架。这里还有，这里也有这么多。好，感谢朋友们的耐心观看。现在呢，你看，恭喜刷开了，刷开我们就点这个确定，然后这里就点一下我的这个设备来看一下这个读取这个信息。OK， 好，这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界面了。i5 512G，
所以说，为什么用艾斯说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型号、容量这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都可以看得到。OK， 希望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，然后也欢迎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过来，来共同探讨。好，然后感谢大家，然后帮我录一下我。对，这是老杨在深圳做硬盘8年以上，早期的我们 iPad 硬盘的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会抽很多时间来继续呢把我们这个硬盘这个价值，在深圳这边的一些价值来分享出来。不一定说适合你们当地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你们一些思路，因为每个地方它都有这样的机会，但是扩容这块的需求是肯定是有的。你们希望去挖掘，去做这个差异化的服务，去为当地客户去做这个价值。我觉得这个商机一旦你做出来，符合你当地，这就是你自己建立的独特优势，而且这个竞争对手也没法去超过你，这样的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硬盘的需要，不同型号的都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。对，欢迎讨论。